继续来到花莲市太平洋公园的海岸边，昨发现到女性的浮尸。警方调监视器对查发现，这个女性是酒店的小姐。一个男子约伊做伙来看海，想袂到这个所在了后，男子竟然是动手甲拍，了后甲车落海。警方今仔日逮捕迄个男子，伊讲双方有债务的纠纷。 监视器翕到有2个人影往海边仔行过去，安尼杀来杀去，袂输是咧耍水，要毋过其实是咧冤家相拍。佫看得出来，这个查甫人有甲摸对方差不多20分钟后，这个查甫人将人硬拖到海边仔，入对水内底。等伊袂顶袂动了后，慢慢互海水淹过，这个查甫人安尼直接离开。 事后有民众通报，伫花莲太平洋公园发现遗体，经过比对身份，发现是一个差不多33岁女性。姓林的死者伫八大行业上班，甲动手的姓李的查甫人本来有熟识，对方甲邀请，昨就请长期合作姓强的白牌车司机，载因为北部到花莲佚佗，嘛到华人海边去耍水，想袂到2个人会起冲突。 姓李的查甫人将姓林的死者杀落海了后，家己转去车顶，佮讲对方已经家己转去旅馆啊。 嘛讲伊无啥在人，无加讲。啊，这个姓强的查甫人嘛联络袂到这个姓林的小姐，就赛车载姓李的查甫人离开。经海巡1两岸巡队以及本局的刑大、花莲吉安分局，还有新北市泸州分局，于12小时内分别在花莲市及新北市拘提2嫌来到案侦办。 约出去佚佗，却是死伫海边啊！警方表示讲，姓李嫌犯承认讲有预谋杀害，原因是甲姓林的小姐欠的债务有关系，要无详细动机甲原因，警方爱搁调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